你嘅機制上係容許人哋攞啊嘛。好啦，繼續翻嚟咧，我哋講講咧，就係我哋點樣解決我哋而家所謂老有所養嘅問題咧。咁啊，剛才咧就朋友咧就展述咗一輪嘅立場啦。但係有個好基本嘅問題咧，仲未解釋得清楚嘅，就係話究竟而家提倡要做全民退休保障嘅嗰個方案大概係點樣樣嘅？可唔可以具體講少少，俾啲朋友知道個廊係點樣？嗱，我諗咁講，頭先喺度討論嘅話，我估大家我聽唔到大家講話咧，而家嘅退休制度咧係足夠或者唔需要去改變嘅。我估呢個一定要係講清楚先。而家個問題係咩咧？對政府嚟講就係政府唔想做任何嘢，佢喺度覺得而家嘅制度 OK 就唔想改。咁呢個咧係一個我哋都想大家都同意，要求政府要真係要切實咁去檢討。我就想取消強積金添，我強積金啊阻住我哋嘅自由，強制我哋自由社會點可以逼我哋啲錢點用啫？又要俾嗰啲基金經理去投資，我自己投或者輸咗我身金命抵啊！嗱，強積金呢個制度，取消強積金，取消強積金。講翻轉頭嘅時候咧，其實你諗下，其實幾可悲啊！10幾年前，當政府本來講嘅老年退休金嘅時候，就俾好多人，包括可能係一啲嘅學者啊、經濟學者等，就反對咗。經濟自由派經濟學者同埋工商界嘅因為反對清嘅時候，跟住就佢可以攞嗰5%嘅錢攞嚟讀書又好，攞嚟眼前嘅享受，神經都敏鋭啲啊，好過老都冇得享受啊！我覺得公道啲。嗱，而家我哋已經係面臨住香港成個頭先講老人貧窮問題非常嚴重，老化問題非常之嚴重。而家唔係淨係話你唔要啲乜嘢，有問題唔係一定要你嗰個方案㗎嘛。啱，我哋覺得聯席係一個建議，但係我哋起碼咧係一個認真嘅建議，唔係獅子山學會唔做功課喺度做嘢。嗱，我一陣間就話俾你聽，我哋嘅方案係乜嘢？我哋呢個方案咧係經過港大精算學系嘅教授同我哋精算，我哋係用翻香港政府嘅人口推算。係未來30年到50年呢，我哋一路咁推落去呢，係完全喺財政上係可行。我先介紹，我拿數都計贏你啊！如果唔係全民，淨係一半人攞3000就變6000。如果係1/3最困難嘅人攞咧，就3000變9000。呢樣嘢咧，我想講咧，全世界咧最需要個人攞9000，好過全民攞3000啦，好容易計啫嘛，使乜精算師喎？真係。嗱，頭先淨係講希臘嘅例子，我哋咧世界行全民退休保障嗰啲有幾十個國家行咗幾十年，佢唔爆煲咯，有好多唔同嘅可能性。我哋提嗰個方法係一個最簡單、最容易嘅方法。嗰個都做得到嘅時候咧，好多其他方法做到啊！嗰個係毫無智慧嘅方法。你建議係供款幾多？同埋回報係幾多？其實好簡單，就係而家喺僱員、僱主各供款佢嘅工資2.5%，變咗佢公開呢個強積金咧，可以減翻低佢個負擔，減翻低一半。另外，政府而家用緊喺呢個生果金同埋老人綜援嘅錢擺翻落嚟，每年就按老人口增長嘅速度擺翻落去。而第三嚿錢呢，其實我哋就覺得啲大商家呢就應該要俾多啲，因為太遲做啦。點解？因為佢哋反對得太多呢。我哋而家呢就需要呢係俾多啲呢。其實就係賺1000萬以上盈利嘅大企業，佢個利得稅加1.9%。另外，因為而家拖咗咁多年啦，呢個係政府應該要做嘅嘢呢。而家我哋都唔夠錢呢，我哋要俾多500億嘅政府要注資落嚟，做一個種子基金。如果呢條數加埋呢，其實就夠嘅。嗱，頭先咁講，我哋真係傾咗好耐，我哋好認真咁傾。啲團體由2500同3000蚊，我哋足足傾咗2年。點解啊？就係爭個500蚊呢，我哋就需要啲大財團俾錢。咁我哋就想話啦，如果你話講到9000蚊咁多，其實實際上咁多老人家，而家我哋已經係做晒呢啲方案出嚟。我哋方案係計晒所有嘅情況，大家又唔去睇，就話咁就得。啲3000蚊同係得來不易嘅一個共識，我哋唔要求5000蚊、6000蚊。而家周街亂話唔可行嘅，你講4000蚊、6000蚊嘅數，根本就未睇過個計劃。即係咧條數咧，佢嗰個計劃咧，我就睇得非常之清楚嘅。咁咧。就嗱，佢係冇講一樣嘢，就係其實黃洪咧係建議咧取消呢個老人綜援。我話俾大家聽咧，而家老人綜援咧其實咧係有2680蚊至到4570蚊。嗱，
其實如果最後係代替咗老人綜援嘅標準金額。嗱，綜援你唔夠我熟㗎啦。真係冇睇到喺呢個俾阿黃拔講埋落去先，阿黃拔。但係喺呢個台上咧，嗱。佢哋咧就係社工，一個咧我就係讀經濟嘅，一個就係大老闆。嗱，邊個個數口精咧？大家市民咧可以喺心裏邊咧係有係你哋係心裏邊咧係有數嘅。嗱，其實仲有功夫嘅，仲有咧主持人可唔可以叫下邊靜少少啊？因為下邊好嘈啊嚇。另外咧我哋睇到咧好多國家嗱，我就唔係咧以偏概全嘅。希臘咧就爆煲啦。其實喺呢個地球有好多國家都爆煲時候，好似愛爾蘭啦，好似阿根廷呢，佢哋爆煲有不同嘅理由，但係政府第一樣嘢做就係將養老金啊呢個錢就攞出嚟，就咧去還錢咧俾外國嘅債權人啊！大家要好留意一樣嘢，即係話，如果我哋今時你以為你供咗你30年後、40年後一定有得攞呢？如果突然間當時有一個金融危機嘅出現呢，政府有被債權人、外國嘅債權人呢去壓迫嘅時候，佢可以將呢筆錢呢係拎出去呢去賠俾外國嘅債權人啊！愛爾蘭、阿根廷、希臘3個國家，起碼有3個國家，絕對我唔係以偏概全嘅。施永青，我想問你一個問題，你剛才咧就話幾多破乸數就好簡單啦，即係如果俾一半嘅咧就可以3000變6000，再俾少一啲嘅就可以6000變9000。其實你唔反對呢個咁嘅概念，只係不過分配嗰度有問題喎。但係同其他工商界人士可能好唔同喎。其他工商界人士好似黃拔咁講咧，數口好精，但係可能係精自己喎。嗱，我話俾大家聽啊，如果咧做呢個咧，即係阿黃洪其實咧登過報紙嘅，咁咧佢有名，即係有佢嘅名喺度啦。佢哋就話咧建議呢個累進利得稅，其實頭先佢講嘅嘢就係累進利得稅。累進利得稅咧，其實全世界都冇呢樣嘢嘅，因為不可行。因為咧一間公司咧，佢係可以將自己分拆嘅。佢個如果係2000萬嘅 profit 咧，佢可以將自己分做2間，變成1000萬。作為商界咧，我個人啊唔反對加稅嘅。我認為香港嘅稅咧，仲有條件承擔嘅。但係我認為咩時候可以加稅呢？你政府出現赤字嘅時候，財政不足嘅時候，你先加稅啊嘛！你而家年年盈餘，點樣加稅啫？你應該係將你嘅盈餘好好地運用啊嘛！我哋解釋俾阿施生聽。咁呢個係另一件事，即係嗱，我係贊成係社會有需要嘅時候，對處於困境嘅人建立一個安全網去幫佢哋嘅。但建立安全網呢係針對性幫助有困難嘅人啊嘛。而家一講全民，即係人人都分喎，人人都分就分薄咗最需要嘅人嘅資源啊嘛。所以我反對。我可唔可以講外國嘅經驗點？嗱，譬如去加拿大、英國嘅經驗點樣咧？其實嗱，頭先黃洪一開始講咗全民意思，其實講緊係唔使一定要供個強積金先有份俾啊嘛。係啊。外國好多經驗係點樣？聽我講埋先，聽我講埋先。其實外國經驗有啲咧，佢可能個成個制度係全民性，不過咧佢會有啲要求嘅。譬如舉例，佢有啲居住喺當地嘅要求，可能要住到30年、40年先攞到全額。住唔到30年嘅話咧，就可能攞唔到全額，攞咗一部分。嗰個係細微嘅啫。有部分咧唔係，但係有部分咧就係咧，佢可能要供個譬如10年先攞到全額。仲有第三咧，亦都有啲就係佢有唔同嘅退休制度啊。喺個全民個制度入邊咧，佢會同其他嘅譬如類似強積金制度咧對沖，即係話咧，如果係有人係攞到一個嘅強積金係比較高嘅話咧，可能佢喺個養老金嗰度攞嘅錢咧係會相對地少翻啲。呢個咪同翻你講我一樣咯。嗰個所以我想講就話咧，行政上好麻煩、好複雜。我個做法好簡單嘅啫，就係用政府嘅稅項去做一啲有需要嘅人嘅幫助。嗰個咧就係劫富濟貧嘅。即係賺錢多嘅收多啲稅，使乜每人去供啊？咪差嗰啲施永青啊、李嘉誠嗰啲要佢俾多啲咯，係嘛？咁冇理由個個供啊嘛。嗱，呢個又唔得啦。點解呢？因為我哋嘅基本法規定咗香港要實行低稅制，香港嘅財政盈餘唔可以太多，所以實際上而家個綜援個數已經係180億，老人家佔綜援個案數目超過一半。正正因為你個基本法呢個大框框定咗，你可唔可以加嗱？如果係得2000零蚊嘅綜援，大家覺得都係低，應該係高啲嘅老人綜援。但係你想加嗰陣時，又到獅子山學會佢哋出嚟嘈。我哋冇講過，即係你唔好福利太高，福利太高要加稅嗰陣時又唔啱。
嗱，所以我哋正就係話綜援，單靠綜援用稅收，其實唔係一個長遠可持續嘅財政方案。我哋正就係想，其實好多國家去做全民養老金呢，都真係我哋要放棄翻少少利益，我哋係要整合翻唔同嘅利益去建設。你哋嘅方案可以持續性，你可唔可以解釋下？我哋嘅持續性，我哋已經做咗。我話係讓有錢人去承擔，你話邊個合理啲係嘛？有錢人制唔制先？有錢人如果我加到稅，而家你哋做嘅方法係制唔制咩？得唔得？你哋都係想通過立法去逼所有人做啫嘛？你與其立法逼所有人去供，點解唔立法去逼少數有錢人去供啫？如果我增加利得稅3%，全部老人家即刻攞3000蚊，贊唔贊成？專款專落，加利得稅3%。唔可以全部老人家加稅都可以傾，但係不可以全部老人家有需要。邊啲老人家可以攞？邊啲老人家可以攞？好似你咁樣攞得咯。好啊，我唔攞。10幾20年，喂，你唔攞啫，但係有好多你嘅同事都會攞㗎。你代表你自己講嘢，你點可以代表其他人講嘢咧？黃紅，你自己有冇責任？如果3000蚊10幾20萬你都要養活到我先，當然係唔夠啦。我要靠自己其他嘅方案。你都仲要人養你，有冇搞錯？你有冇個人責任㗎？黃紅，你哋咁樣講法係唔公平。我哋係大部分老人家，佢哋係需要而家啲人去供養，唔係啲有錢人需要供養。你而家以偏概全講緊我哋個制度上邊，我希望唔係淨係俾一少數人話好有錢，超過6萬人，而家嘅收入只係佔全香港5%嘅人，大部分人。如果行一個類似全民養老金嘅計劃嘅話咧，我肯定我同黃紅要供嘅錢咧，比我將來可以攞到嘅咧係會多好多嘅。但我都肯去爭取。點解咧？我哋係供多過我哋嘅攞。但係我哋唔係因為我哋自己嘅利益，我哋覺得人人都有份。蔡海偉，如果實行你哋嘅計劃，香港可以支持幾多年？我哋計過咧係30年完全冇問題。 30年之後咧，我哋未來嗰30年嘅經濟差到好似舊年過去嗰10年。過去10年其實香港係上上落落相當之差。所以我用嗰啲所有咁樣嘅嗰所謂 parameter 嗰啲數嚟計嘅話，30年都得。30年之後我計咗20年嘅話咧，其實問題唔大嘅。問題50年之後咧，過晒咩啦？過晒我哋呢班所謂嬰兒潮嘅咧，其實都去晒㗎啦。下一班我咧，其實已經壓力唔大㗎啦，已經。所以50年都係一個咧冇問題。倒轉三角形已經變成一個長方形嘅話咧，贊唔贊成佢呢個理論？贊唔贊成佢呢個理論？呢條數我唔識計，因為將來不斷地變化，用而家條數計將來咧多數錯嘅。嗱，有啲。不過我想講少少咧，係我哋希望見到一個點樣嘅社會。即係我希望社會入邊嘅大多數人透過自己嘅努力可以掌握自己嘅命運嘅，就唔係靠越嚟越多人要依靠政府或者依靠立法去幫助佢。如果社會上大多數人呢都係依靠法律啊、依靠政府啊，呢個社會上面嘅人都失去咗自己嘅前途。冇得為將來着想，淨係靠政黨去為佢爭取權益，咁我哋就命運好可悲嘅。我希望大多數人有幸福嘅生活。你講努力用半分鐘，你講黃佛，你用半分鐘講就50年之後你預期嘅社會點樣？我哋絕對係有方法咧，去避免咧，唔使用黃紅嘅方案，但係可以咧讓老有所依。我哋而家嘅資源咧係浪費咗，因為我哋有大幅嘅資源咧就俾咗啲有工作能力咧嘅人去攞綜援。嗱，例如咧嗰啲搞社運咧，但係又攞綜援嘅人，嗱，將嗰啲人嗰啲綜援攞翻走，然後我哋將咧。公屋富戶咧趕走啦，因為我哋有啲議員咧7萬蚊攞7萬蚊人工都仲攞緊公屋嘅，將嗰啲人趕走，然之後將嗰個入能夠住公屋嘅提高，多啲老人家有需要人可以入去，絕對可以咧避免到咧我哋入不敷支嘅。好，我哋又休息一陣間先嚇，第3節咧聽聽現場朋友嘅意見。